无人机哦，长时行，今仔日南投县的中兴国中有民间团体专工来到南投办一场青少年无人机的体验活动哦，学生是拢感觉真趣味，咱嘛做伙来看卖。那往后的话，飞机姿态就是往后。学生以油管甲荧幕来模拟无人机的飞行，就亲像真的共款，为咗学生拢是第一届体验。感觉足好耍的啊，对我以后的找头路的有帮助。操作起来就不简单，就很常就是刚才一直把那个电脑里面那个空拍机弄坏。无人机会当运用伫科技、农业、救灾甲各项等方面，应用范围真宽。主办单位表示，南投算是较偏向，希望有愈侪科技教育资源导致到南投。我们不想让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多一点资源、多一点教育灌注在我们的就是南投这个地方。那也希望对他们以后呢，在无人机的发展的部分，对他的未来能够有一些启发。教练安排学生耍无人机卡球，增加课程的趣味性。中兴高中校长郑俊南讲，除了无人机操作的体验，未来嘛提供学生多侪无共体验，互囡仔未来伫选择高中职五专有愈侪想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